让它这样，全部成方向。好，那像这个1到短的，对。顺太短，有空隙。啊，要把不是一条而已吗？没有放弃台球。因为第4个，然后我现在是方向已经搞不太清楚。1、2、7、4，这样，那个老师是以这个指的是以这个啊，1、2，怎么跑那么快？对啊，像这个1、2、3、4。哎呀，我这样算呢。从里面怪不得你的那么高。1、2、3，一嘛。扶的时候一定要被2个压住，好，可以这样。1、2、3，我的很短哦。哎，要放开破掉的，你应该是要把从这里开始接，你要从这里开始接，它就会长。对啊，可是我刚刚老师说就是，我现在是方向搞不清楚，我搞看这个方向。好，就这样嘛，全部就是这个方向来。好了。不是，我现在已经是搞不清楚1、2、3、4，对，好，在这里我们是折这个。外面的是往右，里面的是往左。位置是好，这样子都已经超过了。方向。往不对呀。这个这边。我们很傻不？我来叫一下嘛。不会，不会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就这样翻过来。谢谢。这个太短了。啊，老师对不起，老师对不起。还有谁是？啊，上来上厕所。老师休息一下。哎，是这个啦。前面。4，差不多。那我怎么弄？我又把它解掉了呢，刚刚。对，你就我解太多了哈。同一边。对，我把它拆掉了。你拆掉了吗？这样吧。你拆掉了还呀？那你就开始折啊。没有。有没有？这样啊，这是先。你要对你要插的地方，有没有？你要因为你要插它的，就是你这样来。等一下我要喷水，因为它会剥掉。对对对。它这个喷，你看它这个快剥掉一半了，受伤了啦那个。它被抽了，把它抽起来。斜一边。有没有？你的斜度你要对，你要折的地方，这样子。哎，然后你就开始擦。这个是先固定嘛，随便嘛。对。啊。先这样嘛。好，第2个呢？第2个就是左边啊，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。对。然后我就是要擦这个。擦这边对不对？也是要对。有喷水啊。你也是要对它。我就是这样嘛。对对对。我从这里对对不对？对，这样擦。你这边就会擦了。对。这样嘛。在上面不是4块，这里。
哎，第四层要用一半吗？第四层也是完整的，对，第四层也是是完整的。那我就不知道要在哪里折。是，对，来，完整的四，对啊。1、2、3、4，第四层在这里嘛？是不是在这里？对吗？哈。好，那这个就往左边。如果说要3层半，你就哇，就在下面那一格，好，就这样，对吗？哈。然后它是上下，所以下面的就把它拿上来，好，跳这里，对吧？好，然后继续，这个外面的都往左手边，这里就往对，然后这个就往右手边，好，右手边的就跳一个，左手边的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好。从哪个开始？你要调整一下。1、2、3、4。等一下，我教你切。这个就往这边。手。哦，我这个空空的，下面是左，空空的你要下面是左。哦，那我这样，然后这个一定要先不那它本身就有一点大的点数呢？这个就这样，这样，好，这样子。你的可能就是有点短，你可能就是拿到要做玫瑰花的材料，里面都很多断掉的啊，你看。对，我有带那个要做玫瑰花的，所以你的都很短，可是编了就让它这样。怪里面都有很多裂掉的。好，在接以前我们也稍微喷点水，然后接的时候就直接是这样接。在里面。老师，这个一直喷水会不会发霉？不会，不会发霉。很久。它其实是要被2个压住，它可能就这样，一个，然后你喷开，我们不要编那么高，你的扣子1、2、3，我们编3层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也可以呀。在这里。试过了。谁的手机？不理他，懂吗？好的，就这样。你要把它这个短的放在上面，接的在里面。对，接的要在这里面。然后我们再来编它，就压住它了。对，好，你就这样子接。我怎么都裂尽？老师可以要这个。对，我那个啊，折错了，折错了。不能这样子折啊！折错了。老师。这个很广，没办法把它过去这个。好，那个就这样。等一下哈，装不进去没有关系，这里也是好。你这个我就把它压下来一点，它才不会那么斜。那你现在可能就是有一些短的要补贴啊，像这个啊，你就先把它这样子就好了，然后这个气压暂时压住它，等一下再补。你只要可以做反折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好。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补，
就好了。好，只要可以反折，收边就可以了。没有人压它怎么办？有啦，它就这样子啊！你看，怎么会没有人压它？那一个要动啊。这个啊，这个就压住它啦。我好像有点这块。这个就这样啊，它绝对像这个就折错啦、它不可以这样子折，它是直的，它是不能这样子直接下去，它是这样，它这个原来所有的交织点都是这样斜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这样，它这里才会直啊，你这里是凹的啊，对啊，我是怎么哦？所以你折错啦，好，老师我弄。就这样，只要知道以此类推啊。我那个品种的凹起来。它不是直接这样子，它是这样子，因为你的纹路太直了，所以你就会有太多的缝。1、2、3、4嘛，哈。所以它要全部这个方向，你让它全部这个方向，好，外面的这样都往右边。糟糕，我剪错了。这个应该是这样，这个剪对上。这个是对，结果嘞是怎么样？好，全部编好了，好，都是同一方向之后，那你就可以折下去了。折下去是这样。1、2、3，第4个对不对？这个就这样。第4个是刚好那个这里，所以你就这样。哦，对。我怕破掉。哦，漂亮。再下去。好，这个就这样，对吗？然后后面的啊，就往左手边，对。这里太空。没关系啦，给他呼吸了。这个呢，往这里。你看它这里就直啦。老师，我会了。哦。等一下，我再问你，我先去那个嘛。我刚刚是这么弯弯的，谢谢你。这个打结了。打结。对，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好像不太对。对，是。这个是一定要这样。哦。对。这个要这样。啊，这边的都对吗？你不能让它到那边去。这个是是往那边。这里也错了。怪怪的呢。所以它的方向，你一定要让它的方向全部一样。这个对吗？这个对啦。对，走。这不是起，这个不是我老师起的吗？不是，是老师起的。你自己起真的吗？对，它是对吗？1、2、3、4 OK 啊。对，啊这个对。这个要这样，这个全部要这样，这个方向也全部要这样，你才会不会乱。这样才不会乱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这边是往这边，往左边。错了嘛。
全部错，就觉得很奇怪。上面碗全部错了。全部错。第一个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对然后你把然后这个绳子是，你把绳子都推上来，好，对。那推上来最好是就跟它的型一样就好，不要把它缩成太长，好，跟它的型一样就好。然后这边往这里嘛，哈，这对边往这里，对，好，这个是直接从这边还是从这里？这里不好塞，所以跳一个，哦，跳一个，跳一个，对，这样，然后这个就这个往这边的，对，都脱掉了。不是剥掉，是被你擦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是在这边还是在这边？第二个，这个就往这里啊，好吗？啊，这里就是这边的嘛哈。接下来后面的就往这弄，最好不要有压太多。像这个会重叠吗？那你就尽量让它开一点。啊，这个没关系。啊，你压这样。这个是往这边的吗？然后这个，是往这边吗？对，哦然后这个这样，哦，这个就是这样。哎对，哦，谢谢。这个怎么会有一个切口？怎么会有切口？这个不是到这里来吗？好，它到这里来，你的身子一定要给它顶上去。看起来好像有切口。没有啊，这里就从这里塞啊。我是绳子的关系哈。主任我说有切口。然后这个在这里啊，然后这个在这里啊，就没有切口。然后你再帮我怎么凹进来？我这样。这个绳子是要留起来的，所以你这个绳子最好是不要断掉。对，这一根要抽起这时候这些都不要了，这样会影响到你做。好，那我们是。1、2、3、4，第4层哈，第4层在这里。那所以我们这个先整，因为你这个是正面的。啊，对，正面的先往那边。不是，这个是正面。哦。你在用的时候没有把它用。你看折出来，反面这样子折的时候就会折到，正面就不会。不会。哎，对，所以你一定要让它全部的反面是反面，正面是正面。哎，这个等一下再补。等一下这里补成正面。好，这个在这里，对不对？这个在这里。反正他们两个就是开哈。对。然后呢，你这个方向，这个，对，这个方向一定要让自己看得懂，全部这样，好，全部同一方向。你多边的，你等一下都会乱，所以你就必须先整理好你的方向，两个交织的方向，这样全部好了嘛，好，那这个到这里来，我还好可以带住它。这正面，这正面嘞。
对呀、你这个等一下就到，那这个就往这里了，啊，那它可能就是有点紧，就稍微拖一下，这个都很活的。然后就这样。好，以此类推，这个往这里，你看它这里头就这样啦。好，老师，我用盲点了，你在攻盲点了，我今天。这里吗？我应该是这样从这里编过去吗？你要往这里，啊，你要往这里，哎，这样。是我这个太紧了吗？太紧。你要往这个方向，啊，往这个方向，它就从这里。然后你可以这样松开，这个是在跳过了，然后这个呢，这个就一定要在这里塞，它才不会跳格啊，你一定要从这里塞，就这样。不是，有时候那个叶桃大小片就会这样。这个就往这里。对对对，你现在这个方向啊，这个方向一定要，就这样，哎对，这样。那像这个啊，因为它这个太大了。对，这撕开以后，可是我这边间隙怎么会大？因为，你一次把它，所以要改的时候很难的。一次先不要一次全部穿好。哎对。这样怪怪的。不要一次就把它。对对，你先把它口先收完。我们再来整理后面，像这个，我用3个就好。你要，因为我这个比较短，那就1、2、3，第3层的地方，那第3层的地方我们就这样，从这里，这样吗？没有这个到这里来，多一层吗？多一层吗？它3层而已，对啊，然后呢，这个，这是这2片交织的，所以这个套有点小。好，这样啊。我跟你讲，完这里要把它当成3角，你知道吗？这边是3角。然后这个你就让它同一方向，这样你才不会搞错。刚是这样嘛，它现在是这样没错。我猜有。我要调整了，它太松了。就这样。很奇怪，我会看。那不会。那特色。奇怪了。对啊，我说了，我的问题是那样，对啊，我没有错。对啊，我也是啊。好奇怪啊！本来是平平的，变升高了。像你如果这个不做，你要这么矮的话，那你其实上面可以加其他的元素，就变成像我的那个包一样，是。有加成的。好。对，如果短短的话，好，这个这样啊，然后你就全部右手边开始，从这里开始，然后呢，看这里。那你这个都不要动它咯，你都不要动它，要不然你会乱。好，这个到这边来，它们是2片交织的，它到它的位置，然后这个位置到它的位置。讲什么听不懂？
做出来就知道。等一下啊，好，下一个好了，下一个对。他们两个是互相交织嘛？对对。这样看起来是这两个嘛，两个这样嘛。那这个位置要到它的位置，你看它是不是到它的位置？对对。同一排。哦。好，对吗？哈。这样了解。然后呢，它就到它的位置。位置。好，就这样，就不会像他们那样。就像我这样子搞不清楚。有错误的示范才会进步。你应该看懂了哈。哦，好了。懂了哈。好，可是我的，你还是要人看。你不要再给他。然后，他，这两个，对不对？这两个是要互相交织的。好，你看啊。它的位置在这里，所以它折起来是不是在这里？它的位置上这样子直线的，我都直线的哈。Yes。我刚刚有斜过来了，所以看起来就觉得一个变得很高高的。对。我要成直线才可以。对。好，那它呢？到它的位置，它的位置是不是在这里？对。是不是这样？那我等一下这个这两片交织，所以它到它的位置过来，成一个直线，懂吗？好，对嘛？刚刚我就没有。它才不会有高高低低啊。对，刚刚就有高高低低的，看起来就不对。这个，就过来。那我现在这个就过来。耶，好，就过来。我突然打结了，这地方。哪里？对。这个是这样啊。烧一烧。原来是这样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就是那位置一个 V 呀。就是你这个可能就没有。对，这个就这样。前面没有，对，这边没有摊。对。这个就这样，然后这个呢？很多接缝不好熬，你看。